客气。你是满姬小姐吧？是的。哟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段部长刚刚才通知我，请跟我来。进。段部长，您请的那个技术专家到了。好的。段部长，这个技术专家啊，女中豪杰，功夫了得，把我底下那几个兄弟全都打倒了。你闭上也教教我们呗。行了，方队长，你瞎起什么哄呀？我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跟马静还有事。马静，现在情况非常严重，我要你动用一切手段，找出公司内部的蛀虫，马上展开工作。放心吧，我会做好这件事情的。我带你去技术部。这是你的位置。你先忙。喂。请进。石头，段飞找的那个专家已经开始工作了。太好了，那你要不要跟我去看一眼这个专家？好，走。马姐，我和林总有急事出去一趟，这个就交给你了，有什么事打电话。爸，好点了吗？
我没事儿，人老了，身体也不中用了。爸，都怪我和石头疏忽了对你的照顾。你们忙你们的就好，我不需要你们照顾。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你和石头啊，携起手来，共度难关。爸，我们两个挺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现在红鼎的项目也发展的非常好，您呀就好好养病吧。我还是不放心。石头是学习管理专业的，在学校学的那点东西都是纸上谈兵，没有认真的实践过。项目发展计划我最清楚。你一个女孩子管理这么大一个公司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爸，但他没有你想象那么脆弱，他很坚强，在公司里啊，完全独当一面。段飞啊，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。那您说吧，什么事儿？爸，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吧，你现在就好好养病。好，回去再说。爸，你还有什么意见？没什么。段飞啊，你那个糖啊，也少吃点。这个有用吗？当然有用。我得先把公司的网络系统先分析一遍，这样我才能找到侵入病毒的相关载体程序。哦，不懂。说了你也不懂。那我不懂才问嘛。怎么样啊，天辰？看来红鼎这次请了个高手，他们的系统正在自动检测，试图查出我们的病毒程序。这对你来说不是个问题吧？当然，这个时候反倒是最容易入侵的时候，我可以趁机植入新的病毒，这样他们的自检功能就会紊乱。你说这些我也不懂，我只看结果。强哥，看我的吧。怎么了这是？快要修复完成的系统程序全被黑客入侵破坏掉了。